箴言和合本第22章1至29節，美名勝過大財，恩寵強如金銀。富戶窮人在世相遇，都為耶和華所造。通達人見禍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，就得富有、尊榮、生命為賞賜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荊棘和網羅，保守自己生命的，必要遠離。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富戶管轄窮人，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。殺罪孽的必收災禍，他逞怒的杖也必廢掉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將食物分給窮人。趕出褻慢人，爭端就消除，紛爭和羞辱也必止息。喜愛清心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與他為友。耶和華的眼目眷顧聰明人，卻傾敗奸詐人的言語。懶惰人說：外頭有獅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殺。淫婦的口為深坑，耶和華所憎惡的必陷在其中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。欺壓貧窮為要利己的，並送禮與富戶的，都必缺乏。你須側耳聽受智慧人的言語，留心領會我的知識。你若心中存記，嘴上咬定，這便為美。我今日以此特別指教你，為要使你倚靠耶和華。謀略和知識的美事，我豈沒有寫給你麼？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實理，你好將真言回復那打發你來的人。貧窮人，你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，因耶和華必為他辨屈，搶奪他的。耶和華必奪取那人的命。好生氣的人，不可與他結交；暴怒的人，不可與他來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為，自己就陷在網羅裏。不要與人擊掌，不要為欠債的作保。你若沒有什麼償還，何必使人奪去你睡臥的床呢？你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你不可挪移。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麼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。